上年我用咗7萬蚊5部相機喺香港嘅一個荒島拍咗一場親子嘅真人 show。你細鏡啊嘛喺度。Hello，我係 Kate，一個專門分享香港大自然嘅 YouTuber。上年天就揾我合作宣傳佢哋兒童水陸兩種鞋，為咗推廣少人認識嘅香港地質公園，當時完全零拍攝經驗嘅我呢，竟然大膽甚至有啲衝動咁同品牌建議，與其做普通嘅廣告，不如我哋做一個素人嘅親子外島挑戰賽啦。既可以真實測試佢哋對鞋，又可以好好宣傳香港嘅自然同埋戶外保育嘅價值。身邊好多同行聽到呢，都覺得我癲咗，因為隔離台一做呢，就燒成過百萬噶嘛。你一係呢，就做啲垃圾出嚟，一係就係廢噏。但每個 YouTuber 都希望有自己嘅代表作，而我覺得 it's time。整個企劃由構思到拍攝安排到剪片，全程得我一個人包辦。後來都多咗個人幫我後製嘅，仲打算將其中1萬嘅獎金呢送俾贏家添。我喺過百名報名嘅親子組合裏面揀選咗5對4至10歲嘅家庭參賽，冇劇本、冇演員、冇刻意嘅煽情，所有嘅畫面、眼淚、感動都係最真實嘅反應。阿媽食屎係咪？跟住天生怕水嘅媽媽為咗陪伴孩子，敢唔敢跨過心理嘅關口？唔得噶，覺得自己唔得。對環保好冇概念嘅小朋友，會唔會終於都明白其實大自然都會痛嘅咧？我啲垃圾講鬼啫！勝負心極重、輸唔起嘅佢，會唔會明白人生勝負就是家常事咧？你爭一張就得啦，呢個我要將佢收埋。區7萬蚊嘅有限預算，零經驗、零團隊，喺香港一個連信號都收唔到嘅荒島，我希望拍出香港最真實、最有溫度嘅親子自然故事，唔係俾大家睇到香港有幾靚。想完整睇晒5對家庭嘅成長對決，同埋知我點樣由零經驗一人打造香港原創真人 show。今個星期日7月12號，Kate 林樂兒，我 YouTube 見。